大家早早，大家平安。今日是6月初2，咱们来进入提摩太前书的讲读的第2讲。咱们来请庐山长老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要来欢呼，阮也要来学乐你，阮要将一切荣耀，主，阮拢要归伫你，因为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主，阮要来学乐你，你也是主爱，你也是帮赞阮，赐阮运福的主，阮要来学乐你。感谢主，带领阮昨昏有真好的一天。感谢你，也供应阮一天阮所需要一切的啉食清用，互阮伫昨昏暗时，阮有真好的休困。一早，主，阮就照着阮所领受的，阮回应你，阮要用读经祈祷，成做阮一天的开始。主，阮要来开始恭敬来读经祈祷，愿主你的灵，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互阮所领受的，成做阮的帮赞；互阮所领受的，也成做别人的帮赞。阮要开始的提升恭敬交托你主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今日要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要来请宗义长老来带咱大家来读第2章1节到15节。好，来，有听到吼？第2章第1节，所以第一，我劝勉你着为着所有的人、君王、甲拢总的官员恳求、祈祷、代祷、感恩，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凡事敬虔端正。安尼做是应该，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伊爱众人得救，达到认识真理。因为上帝是一位，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显本身来赎回众人，这项事伫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为着安尼，我受任命做传道者、使徒甲外邦人的教师，互因相信上帝，搁认识真理。我伫讲的是真的，毋是假的。我爱查甫人无生气，无争论，伫逐所在举起圣洁的手祈祷。我嘛爱妇人人清洁、端庄、朴素、整齐，毋通用奇形怪状的头毛形、金器、珠宝，也是珍贵的衫装他家己，着用好行为做装他。表示家己是敬畏上帝的妇人人，妇人人着点点学，用顺从的心事事顺服。我毋准妇人人教示，也是管辖查甫人，伊着安静，因为亚当大先受造，才后来才夏娃。过亚当无受诱惑，毋过妇人人受诱惑，含落罪。不过，妇人人若安分守己，持守信仰、仁爱甲圣洁，就会因为生囝得到救。以上。好，感谢。咱先来甲拖一片放一下。刚咱讲到提摩太，保罗和提摩太的批的前书第1章第章，咱有看到保罗伊即个批信拢总伫新约有13封，会当分做女性批信、加甲批信、教牧批信。这13封对照许多形段，咱当看到保罗的心情，会当知影伊有3摆女性中间来写头前这6封的批信，然后第4摆来到伫罗马时写才会加甲的批信，但是佫对这3封的批信，知影讲保罗伊离开罗马加甲了后，伊佫去真侪所在，所以写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甲提摩太后书、教牧的批信，就是写互伊主要的同工这个写批的年代甲地点，也是咱会当去整理出来的真要紧的资料，就是加略太书是伫安提阿教会写。
帖撒罗尼迦真教书拢伫哥林多写，就是保罗伫第二摆旅行。哥林多前书是伫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去到伫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时阵所写的。罗马人书是伫伊哥林多时阵所写的，所以这三封的批信是伫保罗第三摆的旅行。加个的批信拢踮伫罗马的加个来写这四封。然后拄则讲的这三封是会当讲保罗第五摆的旅行，对罗马受关押出来了后，继续的旅行。所以咱有遮的经历，咱咧读遮的保罗的先生的批信时阵，咱会较清楚，较知影伊即个时间序。你来看内底内容的时阵，咱就当搁较会当去看见保罗伫即个时间点，伫即个阶段，伊为虾米写遮的批信？为虾米写互遐个教会即个来龙去脉，咱就较掠会着。提摩太伊即个名意思就是尊敬上帝、敬畏上帝、尊迎上帝、尊荣上帝。所以伊对伊的老母的信仰、阿嬷的信仰，就是外妈，伊来得到即个犹太人真好的传统，就是读圣经敬虔，要来迎跟上帝。伊的老爸是外邦人，是希腊人，总是伊来伫保罗头一摆传扬福音的时阵，得到信仰，来对信主，甚至佫诚做保罗的同工所以对第二摆旅行以后，就拢对伫保罗的身躯边。昨咱有讲保罗13封批信，内底就10封出现提摩太的名，所以会当讲是新约圣经中间一个拢无看到伊讲话。但是非常要紧保罗的同工保罗讲伊是我的真儿子圣经中间、新约中间3个做保罗的囝头一个就是提摩太，第二就是提多，第三个就是阿尼西姆就是伫即个腓利门即内面保罗来替他求情的这3位伫提摩太是受到即个保罗上帝金调，所以上帝通过保罗甲进长老的换手来得到恩赐。爱伊伫少年的时候，即个少年到底有偌少年？咱无法度清楚，但是大约就是伫17岁到30岁中间即个时间就是大概17岁到30岁左右。咱有讲希伯来书有看到提摩太关押，而且对监押出来。有即个资料，就是讲传说，伊最后是伫以弗所，就是保罗交代伊留伫遐来尽忠的所在，伫迄所在去互军来共事大约是52岁左右所以就算讲伊是对30岁开始来接，安尼伊嘛伫以弗所接22年之久昨的第1章讲到保罗互以弗所的命令，就是爱提摩太留踮遮，停止错误的教义。因为错误的教义只有引起争论，袂当明白上帝的计划。这个保罗的命令就是出伫听，这个若无这个听，遮所讲的拢是空空。保罗伊要紧的就是讲，遮的辩论是对律法的解说，也是律法的遮的正义。但是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是为着不义的人所设的这个规则。但是保罗是上帝交代伊爱来传福音，是健全的教义，就是将这个律法加上上帝听，会当来完整。第1章半段在讲到保罗伊的感恩，因为会当甲主来结连，因为上帝降世互罪人会当得救，连保罗这个罪人中间的大罪人，嘛会当得到救，真做这个落尾世间人的这个愿望。也可肯提摩太就爱真济迄个好的真济保罗互提摩太的武器毋是互伊刀互伊剑，是互提摩太有上帝话，有上帝应允，这个话就是伊的武器就当知影领受上帝的话就要得到救，无要领受的伊的信用只会定论。今日第2章保罗可肯伊可肯以弗所教会。所有地会教会，第一要紧就是爱甲上帝祈祷、代祷、感恩；第二就是爱为君王甲座位的人来祈祷，会当过安静、和平、端正、敬虔的生活。为什么保罗要提起为着君王来祈祷？
其他的12封的批信中间，保罗无特别去强调呢。点菜，好，咱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伫保罗迄个时代，伊迄种是罗马皇帝，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啥物人？所以我去找这个资料，讲这个迄当时的皇帝就是咱真出名这个尼禄皇帝伊的全名就长的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尼禄皇帝伊的出身非常的复杂伊有一个最出名的老母叫做阿格里皮娜，这个阿格里皮娜呢大有来头，因为就是罗马史皇帝奥古斯都的查某孙，伊嘛是现任皇帝的这个子女。阿格里皮娜这开始是嫁予一个文官生这个尼禄，但是尼禄3岁时，伊的亲生父亲就破病死啊，所以阿格里皮娜成做寡妇，但是阿格里皮娜去摄诱家己的阿姐。伊想要做皇后，所以伊就去成做罗马帝国的皇后。阿格里皮娜对这个权力非常的痴迷，所以伊就一直来怂恿这个老皇帝将尼禄就是伊的阿姐来做这个阿姐的继承人伊的囝会当做皇帝所以老皇帝呢，佫甚至叫皇帝将家己的伊阿姐的查某囝来嫁予伊的囝乌大维亚。安尼老皇帝死后，安尼这个尼禄就当较有名正言顺啦。但是老皇帝食到60几岁，身体也足勇健所以阿格里皮娜就勾结4位长官，伫遮的食物下毒所以17岁时，尼禄17岁时，伫伊的老母的斗相共，伊就做罗马上开国以来上少年的皇帝所以是对主后54年10月13，一直做到主后68年6月初9，总共是13年跟240天所以伫保罗写提摩太批信时，大约就是伫尼禄做皇帝的时阵，特别是伫伊的末期。拄开始的时阵呢，尼禄是一个人拢足恶劣的皇帝，因为伊呢，伊的演讲就互元老院的这元老足恶劣，然后得到做皇帝了后呢，佫顺应天意人心，实行仁政，就是互人甲动物这个血腥的罗马竞技运动甲废掉，佫废掉极刑，然后削减税赋，然后伊佫下面加来写诗来甲伊挖苦的人也下面遐反对伊反感的人。所以罗马这元老院拢感觉尼禄会是罗马上好的皇帝但是呢，伊愈做愈久呢，伊就愈臭屁。伊的老母阿格里皮娜嘛变做越来越显出伊的这个架势。但是尼禄伊无介意伊老母甲伊安排这个某，就是伊的这个职工的查某囝乌大维亚。都是介意一个非常水的这个女奴隶，阿格里皮娜呢，就为了这个代志咧感谢伊所以尼禄就足生气讲，我是罗马皇帝，我要安怎就安怎。但是老母甲应讲，你确实是罗马皇帝，但是唔通袂记得，一向互你做皇帝，我会当互你坐位，嘛当互你落台互你的兄哥做皇帝所以老母安尼甲伊威胁，互尼禄非常惊吓，佫生气伊大心将家己阿兄秘密下狱，无互伊老母知影，然后伫家甲甲伊处死，然后伊佫计谋要害家己老母，就是邀请老母甲伊做伙坐船去佚佗，伫中间为着老母来添酒，然后甲伊会失礼。这个阿格里皮娜就欢喜，认为讲这是家己的囝终于知道妈妈的用心，但是唔知讲这是尼禄互伊放松戒备所以这对母子伊嘛是叠对叠。无偌久尼禄离开了后，互老母坐这只船看这个风景，但是尼禄一个头前人家走，后尾这个船就沉落去。但是阿格里皮娜会晓收水所以伊收水勉强走回去家己的别庄，但是尼禄嘛伫遮有埋伏，所以阿格里皮娜拄日出，一群卫兵就大声讲，奉皇帝的名来抬阿格里皮娜，就将这个刀剑插入去这个阿格里皮娜的胸坎然后迄暝
尼禄佮派人杀家己的老师，佮放逐家己的某，就是这个乌大维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忍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家庭啊。但是呢，佮无偌久，伊佮下令将伊的某前妻抓起来，绑伫这个这是足出名的一段将伫这个极热的桑拿的这个房间内面，伫这个桑拿内面，伊亲手切开乌大维亚的血管，互伊伫流血甲无空气的中间，真痛苦来死，甚至佮将伊的某的头甲伊切落来。当作礼物送互家己的爱人波比亚萨宾娜。乌大维亚这个皇后呢，伫罗马人个真孝良，真热爱伊但是伊的死带互罗马人真大的悲伤，包括尼禄家己的这个亲卫队伊上亲的这个卫兵嘛，开始渐渐无要对这个残忍的皇帝来忠心，所以对他了后党最鸟兽散。所以尼禄呢，伊就伊的老母死去，伊的太太无去，伊的这个岳父迄边的权势 power 呢，伊拢会当唔免插啦。所以元老院呢，就无法度来控制这个野兽伫主要64年，尼禄派人来烧罗马城，这是传说，但是很多种版本。但是这差不多嘛是保罗在写提摩太这个。前书到后书这个中间有可能发生的时间的代志。伊家己是徛伫这个皇宫内面的尖塔上，看到这个大火呢，在烧，伊就伫遐拍蒲甚至个念诗，这首诗就是咧描写过去特洛伊，去互毁灭的这个诗这个大火过了尼禄也无想要重新起造罗马城，颠倒是下令装修皇宫将这个餐厅活动会当旋转的这个天花板，伊会当拿西，搁会当拿撒花、秀香水，然后来修建伊的这个洗身躯的浴池，然后又用海水搁烧水变做温泉，就是为着要来满足家己尼禄大家伫主要68年呢，愈来愈无度忍受伊所以也是这个。乌大维亚死后的第6天，就发动起义罗马帝国的总督都是伊手下这官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甚至连尼禄的亲卫队拢加入，安尼尼禄就无人所以众叛亲离的这个尼禄呢，逃出罗马，伫荒郊野外自杀。自杀进前，伊搁伫遐咧讲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来死我尔无彩尼禄死了，罗马帝国有4个皇帝出来，一年内战，一年了后，维斯帕先来摕到这个权，成做新的皇帝。所以第一王朝克劳迪王朝就结束，进入第二王朝弗拉维王朝。所以这主要是对这本册《罗马12帝王传》内底所写出来，这是经过翻译的。所以写了非常的详细清楚，但是是不是100%咱嘛袂当讲，但是甲咱今日要读这个提摩太前书来对照，就当来了解第2章要讲的，为什么要为着所有人甲君王来祈祷？上帝意思是爱人人拢得到救来明白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只有一位上帝，无有其他的上帝，无有其他的神明。这上帝是通过耶稣互人，耶稣家己的牺牲，互人类得到自由，然后互人人都当得到救。为着这个目的，所以保罗就差遣做外邦人的传道者甲使徒，互做教师帮助人来信这位独一真的上帝所以保罗伫第2章头前大要讲的，爱为万人来祈祷因为特别爱为君王来祈祷，互这个国家罗马帝国的人都会当平安得到救，所以我相信保罗伊知影毋是只有教会在混乱，甚至是整个罗马帝国嘛会出代志，因为皇帝安尼，皇帝甲家己的老母安尼，甲家己的某安尼母，当然国家是乱糟糟。这个祈祷是好的，通过祈祷，互咱当得到上帝欢喜。
保罗并无讲来写批叫大家着爱起来抗议，行街头，叫大家着爱出来，去罢免。伊是用祈祷，因为上帝爱人拢得救是通过真理。像耶稣，伊嘛无举牌去抗议，嘛无行街路，伊是家己将家己的性命当作活祭，然后通过信义的人通过伊来得到救。这个事实是保罗已经来证实证明，因为伊家己本身就是来传这个道理，伊家己本身嘛是反对这个道理。到伊即马为着即个道理做执事、做服受差遣、做传道、做使徒、做教师，是要互万百姓来相信真理啊！所以即个万人至少嘛包括罗马帝国、欧亚非遮个遮大遮个区域中间所有人，所以保罗伊要传福音，伊掠调就是伊伫即个国家内面的人。保罗因为伊老爸关系大数，所以伊是一个。罗马公民，伊当摕即个，就亲像即摆当摕美国护照，即摆美国护照嘛无遮尔厉害，等到台湾护照较厉害。摕即个过去摕即个美国护照，会当去足侪所在，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伫遐入去出来，拢平安无事会当所以当时美国的宣教士非常的济因为有即本美国护照。保罗嘛摕到即个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会当去逐所在畅行无阻。其他犹太人为什么彼得？为什么遮个使徒因无遮尔方便？因为因毋是罗马公民所以因若去到一个所在要入去人就拢甲伊问所以第二段8到15节，逐所在的聚会。我毋望查甫人祈祷，言行也以手无法度无争论啦。嘛毋望查某人朴素大方真塔。我用照即马即个现代中文来读，毋是照台语。所以莫用奇怪的即个发型、金饰、珠宝是高价的衣裳为装饰，爱有好行为，甲家己所表白的信来相称。查某人爱点点学习，事事谦卑。其实咱若读原来的和合本，会搁较袂歹接受就是讲为什么男生会使举手祈祷，查某人就爱点点安静，拢莫出声，甚至搁较还是12节，我不准我毋准妇人人教示，也是管辖查甫人妇人人就爱点点哇！所以真侪姊妹甚至兄弟看到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拢会跳起来骂保罗这是大男人主义，是沙文是杀猪这是真要不得的。甚至这个将这个创世纪第3章亚当夏娃搬出来，讲受引诱的毋是查甫是查某，是查某受诱挟。才来违背上帝，所以查某就要安分守己安尼才会当得到救。所以真侪这个自由神学、自由神学也是强调这个两性平权他就这段圣经的时阵拢会气噗噗但是呢，咱爱真细理解说这段经节才袂引起男女之间的纠纷这查甫人伊毋是道心，伊毋是讲先生伊毋是咧讲夫妻，伊咧讲男性所有男性拢爱祈祷这个祈祷随处祷告就讲男性逐所在就祈祷，这个所在当然嘛包括皇宫里面这个祈祷毋是甲人去输赢，甲人去抗争是会当举圣洁的手来祈祷。查某人毋是指太太，是指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女性包括尼禄伊阿母阿格里皮娜毋通只有注重伊的外貌外表，就要有好行为用好的见证。所以咱若知影即个背后的历史的时阵，再过来看即章的时阵咱就会当有一个较好的解说就是讲这毋是咧讲教会代志，这是咧讲国家即马在发生的代志。整个罗马帝国将要反变过去
但是是因为男女的这个权力的拉扯，所以伊不准查某人、妇人人教士这个讲道因为这个翻译嘛是拢刻伫教会这旧和本100年前的翻译犯罪讲道所以咱拢会直接甲联想讲这是教会代志，无即马现代台语犯罪唔准妇人人教士。是管辖查甫人，所以这个教士就是管教啦、教导啦，甲管辖。这个呢翻译就较清楚，这种嘛当套用在阿格里皮那甲尼禄这两个人的身上查某人受引诱，咱会当去看创世纪第3章，上帝先设立亚当，然后对伊的边骨来创造夏娃。爱夏娃来保护伊、帮衬伊但是夏娃像咱的心边骨，就是伫咱的胸坎保护是啥物呢？就是咱上要紧的心脏。咱的心脏若无这边骨，刚才咱甲咱蹬一个拍一个，心脏就小可就停去就袂喘气所以查某人就本来就是有上帝来设计因为迄个人家己徛起唔好。所以上帝创造一个人来帮衬伊但是呢，咱看到第3章创世纪第3章的时阵，夏娃伊离开亚当的掠坎遮盖，然后去接近迄个分别善恶的迄张树然后伊进入另外一个白插，就是迄个蛇的白插相信迄个白插改变上帝的话，然后搁互迄个蛇有空芳，叫伊摕起来食。等伊食了后呢，佫叫亚当、夏娃佫摕转去，叫亚当嘛来食，结果两个人都离开，所以这就变做是一个破口。这可能是跟男女没有绝对的关系，跟性别没有关系，但是是跟权柄有关系。上帝所设的权柄，咱无顺摊顺服，结果离开这个权柄。到去外口，然后佫引诱，这是这个更较要紧的问题所以这个雕像倒边的这个少年呢，就是尼禄皇帝正边的这是因阿母阿格里皮娜，然后看这个阿母呢，将伊的正手呢，不是搭伫胸坎，是囥伫个头壳顶，然后手在摸啥物呢？就是摸伊的这个桂冠伊的这个王冠。就是伊的手呢，安尼甲伊掠掉安尼要甲伊控制掉所以才有这个第2章12节，现在中文译本，我不准女人教导人或管辖男人所以旧的版本的翻译上好拢甲伊卖去的不是不许女人讲道这我感觉这是错误的翻译因就爱点所以。保罗有2个愿望查甫人，愿望查某人，伊有一个不准，2个希望，一个不准女人怎么样保罗希望就是男人是用祷告，女人是用好行为，而不准在权柄上面错误而被诱惑，违背上帝的法令男人的祷告呢是要举手祷告，目的呢就是不要生气，不要引起争论所以特别要开会时阵开中级会、开小会有诶开小会会转倒佫会变倒甚至佫会长老拍牧师甲长老游来游去迄个时阵呢其实就是爱举手起来祈祷好吗？我毋是咧讲迦南我是咧讲外口我捌听过是真正有发生这个代志。我嘛愿望妇人人呢就是爱穿搭伊诶装扮就是爱谦卑，上界要紧的就是点来学习真理莫一直出一支嘴、出一支手这会要插，遐会要插是爱伫信仰的顶悬，伫真理的顶悬来点学习，伊就会显出上帝予伊的尊贵所以彼得前书第4章，咱伫母亲节送互每一位妈妈迄个圣经节呢这伫上帝眼中来看是上宝贵的。最宝贵的，咱看镜内底迄个我，甲上帝来看迄个我，上帝看咱的内心是毋是有顺探伊的话若是伫即个权柄顶悬会当来正确
安尼就当大家安分守己，而且生儿育女顶悬呢，吼，拢会当得到祝福啊。所以这段呢，吼讲查某人的祈祷就是爱逐所在祈祷，意思讲全国吼，全地罗马帝国男人都要祷告，卖修真。女人呢，全罗马帝国的女人呢，好都要注重内在美，好不要只有看外表，连一个皇帝都会看上一个奴隶，可见这个奴隶多么用心在打扮自己。但是呢，爱有学习这个真理的智慧，爱尊重权柄，上帝伊的权，拢有授权，照这个权，唔通去小争，唔通要急要出头，就要谦卑听上帝的话，上帝引诱跟引导，是无共款，受引导才会当来进入上帝的话，受引诱是离开上帝的话出去外口，所以咒咒变做祝福，但是爱互祝福，上帝互耶稣来就是要不是的，本来上帝祝福变做是咒咒，所以这查甫人爱工作，爱流汗，查某人就生囝就爱叫。但是呢，上帝通过耶稣来，这个咒咒变做是祝福。所以今日这两段讲到爱祈祷，上帝先予人得救。保罗为着这个最干净，查甫人嘛是爱祈祷，查某人就是爱来为耶稣的福音来见证，互这个受测的人拢会当来明白尊重上帝的权柄啊。今日的经节金句Therefore I want to demand everywhere to pray, lifting up holy hands without anger or disputing. 我爱查甫人无受气、无争论，伫逐所在举起圣洁的手祈祷。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看见伫保罗先生迄个时代，国家发生遮尔大的遮转变改变本来是大家真有期待，总是尾嘛是得到大头病来引起国家的混乱。主阮搁较爱来警醒家己，因为阮拢真有可能会得到即种的大头病，互阮会当学习真理，谦卑伫主的面前，明白家己是罪人的身份无比上帝高，嘛无比别人较高是上帝的怜悯，才当互阮来做上帝的工。愿上帝你的神、你的真理、你的智慧，时时刻刻逐工充满阮，互阮当专心致意伫耶稣基督的福音。阮的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再会见，今日来做礼拜。